疫情，社会事要来关心南回公路大东新营山区这段路，顶礼拜四暗时发生一件车祸意外，一只自家用弄到路边了后，规台车全倒起来，赛车人掉伫车内，情况会当讲是真危急。该在消防人员随赶到位，甲火拍花，顺势甲人救出来。念我去。紧消赶灭火器走过去，头前的车的引擎清白出来，阁会当看到火，敢若要烧起来啊！就惊慢一卡步，规台车地烧了了。那边还有吗？看我。迄人准驾驶搁伫车内，好佳在警消赶到位，真紧就甲人救出来。这台车车头变甲咪咪毛毛，慢嘛嘛断做两截，互人看到心内足惊的。代志发生伫28号暗时10点外，南回公路大东新营山区路段，一台轿车弄到护栏，可能是因为引擎启动着才会烧起来。警消接到通报，赶到现场，随赶顺路车顶的灭火器来拍火，搁甲车顶2个人拢救出来。车头毁损，引擎起火燃烧。经本所员警到场后，立即将火势扑灭，才未酿成重大灾害。好佳在车祸无人受伤。警方讲南回公路新营路段因为挖真济，驾驶经过者一定得爱驶较慢嘞，才袂发生意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